来，加油！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跳起！举起！举起！迄个衣服做得个人家的面老爱降下来，我就唔会係將排泄敏感情緒化嘅巨蟹座，點到係馬嘅做得青傻皮嘅獅子座。记得就会安排11:14分，唔讲嘅12点就会勾引你了。错，我记得唔係廿四。韓國爸爸媽媽既然連個出生時間都冇記得講清楚呢，清慘嘅係我係 A 型，東京嘅 AB 型爸爸既然冇喺本我一隻 B， 姑嫂我出槍係一隻發唔到清強排泄，情為上東上西嘅 A 型巨蟹座。好運從來都唔是定那個時空發生，姑嫂我從來都唔相信也條理智嘅法。親愛，600球。因為連600球都冇喺本愛出獎啊！員工吧，你愛要快心咯。乔比，恭喜恭喜！總共一記，從細到大，好運從來都唔是定愛嘅時空發生。測驗開始。眼皮薄容易放棄害怕改變，他們時間不經思考就行動，不知道自己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。魯蛇指數99%。重啟。B。我唔係魯蛇，我槍係幕後 V。冇贏嘅，按叫冇看到，點樣進來？我是就進來啊，台北龍潭按拳，錯嘛？拜託你哋，我冇喊佢去先呢。一步，成日出家攏嚟講啊，做理總啊，搶一條狗強將，日24點鐘等啊，他們一點可能。對喜事多重視，對嘅收款錢多做好，對水掉路等，對油路多冇路。除非你都不看多，你幹多啊！規律不要連本掉啊，出條嘢事，還要配合配工作做宣傳呢。三六八，還有師弟八公下講嘛，佢廿個主角喺內組做嘅啊，大家都啲叫你冇良心啊！睇啲老公嘛嘅，大家都啲人我卡3代人買主角哦，老實實強強烈烈啊！韓國兩個主角係等太帥係嘅本地主啊！哎呀，真嘅唔得死啊！兩個做嘢做到什麼可能用係麼？我一擺乜不要好講。主角係人哋本地嘅，係喺美國嚟嘅，講啊老八公講清楚啊！哎呦啊，你呀幾個講乜嘅啊？捱佢哋揭發真相啦！已經和你分期啊，上最半年啊，時間又搁拖了吼，阮是無法度啦。哎呦，老娘爸爸媽媽講你嘛，做唔得啦，有種事情唔好同爸爸媽媽講啊。去貸款啊！冇，你只同講呢。中秋去前頭，韓國佢從細就做人啊，唔講一定冇問題啦。也是，上海人加多少錢冇問題啊，加幾多？100萬。江嘉华小姐，您申请的个人贷款因资格不符，无法申贷。你哈。
房子事情做安尼嘞，免唔喊较快。哔哔哔。马介，我妈我老公归办成人喊给我做你做，连喊你喊我做推理你做，你的小马介啊！也唔係講推理啦，嗬，就我一篇民政課嘅意思就係講，講呢種一下像粉米天天，係蠻過時。啊不，從容接嚟地好了，你面面啊做係貼切嘅啊，你唔對哦，你把佢別太誒。反正超官咩做唔得波氣啊，捱出樓嘅聊定，你看呢種。佢攀嘅發通嘅哦，連飯包啊，仲喊切舊不開啊，講乜嘅必成啊！真今日跳哪有問題啊？我身本唔掉糖吼，我唔係半年愛玩100，也拜重用，係半夜班、春節、天長日，就來背下空，應該做得不多6-7-10套嘛，加上唔夠嘅10萬，係要重新開店，呢部應該會留10萬還本來。一拜哦，我咩清楚咧，呢度係重新開始人嘅人生。你都係證明係去路上，我愛來獻禮中。一拜禮中唔莫獻咧，娜，唔來獻。我真冇咧，我係當去獻禮中啊！你從來都冇關心過提防，那你會挑撥你啊？也冇幾關心啦，係唔係愛獻你眼？佢當然做得獻你眼啊！你哦。假爸爸係你爸你爺，我從來都冇意思講牙爸好冇。做乜解唔係攞佢聽數，就唔係攞佢聽數啊？我手單車攞佢聽數天天，係講牙爸唔係你爸你爺，冇聽錯我咩話攞聽數安尼做對冇？做叫我到底那邊邊人係較好啊？佢卻冇銀行，我怎麼讓人聽數？係個，我卻想要攞佢聽數，冇想讓人聽數，係做對冇？你做佢錯了，做佢又唔敢講錯了。当初我哋按相信建議投資，而家錢撈槍槍，因為揸唔掂。我一句話都冇講哦，我剛喊你掉，拿錢出來嘿。接落來的時間你就貼給他貶損，你這樣看沒有？你想啊！一條一天之後有，一條係帶他呢份俾人，料理佢係佢再錯冇，你再係要佢查清楚。你送拜地法公廟，係錯咗唐國嘅，佢再呢份俾人啊，再到冇拉送，你嚟成條安排出間要再俾人，一曬頭髮，唔係再跌出嚟，佢超到幾分佢，錯冇一個。然後佢條咩所以切揀你，唔是安尼嘛？用誒，唔干點贏球隊做馬街，都推贏了嘛飯錢啦！我飯冇去眼前哦，誒兩殺一成年就寬價嘅面色，對冇？把公廟一啲天無攞我處理好，我就繼續去聊你條球條面啊，總下都會選到你鴉片。係喲，介唔水啊樣呢？啊哦，講你馬街花啊嚇，規半年都還冇咩好，安尼我都早起呢。既然唔接受查廠，愛做廠鋪，唔都安尼囉囉嗦嗦的，你哋想乜解啊？太陽，看到人到，記得喊佢來看我啊！宋家呢轉來嘅，笨蛋上晚開一件，家己揚州提防衝勢，拄好看到亞美本慢着咱妨礙，來手上愛進行投資啊。不過，安尼釣股，出無關你的名氣呢。
唔好讲奇的啊！做的啊，不过做的人爱办生意咋？谢谢给新年我。啊？同马街，你行路变正常的哦。嘿，唔好通话啊！俺能爱过来盼中国发通，阿弟去做给我一点支持咋？俺看你发布了，那你闺女谈的俺做，你干就做给俺，出黑咩？俺其實真係想去破壞唔掉，也唔係中意嘅。安尼都唔好。